今日要講兩個會令人爆粗口嘅內容，一個係中共3次向菲律賓投放劇毒氰化物嘅事，另一個就係樟木頭，佢更多令人脊骨發涼嘅罪行又被揭出嚟。無論係當年嘅樟木頭，定係今日嘅緬北，到底仲有幾多中共嘅罪惡係我哋唔敢想象嘅黑暗呢？中共而家大規模嘅封鎖 VPN， 好大機會會封網，所以再用 VPN 嘅話，好可能已經唔安全。我建議大家用免費嘅一鍵翻牆，中共永遠都封唔到，因為佢根本偵測唔到。一定要翻牆，唔需要任何技術或者翻牆經驗，只要用你部手機相機掃一掃螢幕上嘅二維碼，就可以自動翻牆。第一次用呢個一鍵翻牆嘅朋友，你哋可以先做一件事，打開任何一篇文章，拉到頁面最底，你會見到一個二維碼，請將呢個二維碼儲存低。以後如果想翻牆，就掃呢個二維碼，你就可以自動翻牆啦。如果你發現一時之間唔好用都唔緊要，唔使心急，隔幾個鐘再用翻嘅都仲可以，因為又有新嘅連結加咗入去。呢個一鍵翻牆呢，其實就係推倒中共紅牆嘅強大力量，大家可以放心用。但係佢嘅營運成本真係好高，研發同維護團隊而家都只係維持緊狀態。因為用咗人越多，成本就越高。大家都希望中共可以快啲倒台解體，都想為中國出一分力。咁我建議你哋支持呢個一鍵翻牆，佢真係好需要支持，而且對大家嚟講都係一件功德無量嘅事。捐款連結我會放喺每日節目片段下邊，大家捐幾多都得。每噸到2000美金就可以產生100個翻牆連結，可以幫到國內成千上萬嘅朋友全天候無間斷嘅瀏覽海外內容。喺度再次多謝大家，當然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兩個頻道，新聞睇點同埋牧羊睇點。呢兩個頻道最近俾中共水軍搞事，都受到好大影響。其實呢兩個頻道都係幫市民發聲，大家都知，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無論係捐款、訂閱定係 like 同轉發節目，全部都一樣，都有力量。一睇點發真相，牧羊講實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我係李夢陽。今日係美東時間4月13號星期一，亞太時間就係4月14號星期二。今日菲律賓指責中共嘅漁民曾經喺南沙群島海域投放劇毒氰化物，威脅到菲律賓嘅軍事基地同士兵嘅生命安全。但中共自己又點講呢？話菲律賓呢，佢係自編自導自演嘅可信度。根據法新社報道，菲律賓海軍發言人羅伊表示，上個月菲律賓士兵親眼見到中國船員喺沙洲附近海域投毒。之後嘅分析顯示，嗰個水域真係有嘅化物。羅伊進一步指出，菲律賓軍隊分別喺舊年2月、7月同10月，搗獲咗10樽中共漁船投放咗氰化物。而家菲律賓士兵做毒物檢驗，暫時都未發現有陽性結果。菲律賓管委都指出，中共其實由舊年開始就已經喺南沙群島嘅阿雲金礁，即係中共所講嘅仁愛礁，開始投毒。中共投放嘅化物，目的係想破壞同摧毀當地魚類種群，咁樣就可以剝奪菲律賓海軍人員嘅重要食物來源。如果有人食嘅受污染水域嘅魚，就會中毒，仲有生命危險。大家都知氰化物係劇毒，仲有劇毒毒藥之王，佢嘅稱號。人只要攝入50到90毫克就已經可以致命，由中毒到死亡成個過程呢，大概只需要幾秒鐘，幾乎嘅時間可以搶救。所以投放嘅化物毫無疑問就係想置人於死地。中共外交部跟住就回應喺菲律賓方面嘅指控。發言人郭家坤首先講，仁愛礁係中共國嘅領土，菲律賓嘅船非法坐灘，損害咗仁愛礁嘅生態環境，仲聲稱菲律賓非法侵擾中國漁船正常捕魚，自編自導所謂嘅化物鬧劇，喺可信度唔值一駁。郭家坤呢個回應好明顯就係中共典型嘅轉移視線，避重就輕。佢先重申主權，企喺道德高地，跟住就反手為攻，將指控反彈翻俾菲律賓。
但係菲律賓方面提供嘅證據好有力，有中共落毒嘅時間記錄，仲有喺中共漁船上搜到嘅證物，亦都有目擊證人見到中共落毒。另外仲有第三方實驗室 NBI 法醫實驗室嘅化驗證明，所以郭家坤話唔具可信度，不值一駁，其實都係避重就輕嘅講法，其實係非常無力。事實上，咁樣反而會令大家更加相信中共好大機會真係落咗毒。舊年10月24號，菲律賓士兵喺仁愛礁附近發現有中共國漁船做緊破壞性捕撈，跟住即刻派咗2艘橡皮艇去截查登船檢查，喺中共國嗰艘漁船上面搜到4支樽黃色嘅膠樽，加埋之前2次查獲嘅，一共就有10支。菲律賓表示樽入邊疑似含有氰化物類嘅化學品，之後就趕走咗中共嗰艘漁船，但係就扣留咗個樽做證據。中國媒體隨即出文話，菲律賓所講查獲嘅氰化物容器，其實只係洗潔精樽，因為上面有洗潔精廠家嘅名同牌子。如果真係好似中共講嘅係洗潔精樽，咁呢個喺呢個實驗室啊，咁化驗出嚟有氰化物就真係好奇怪啦。洗潔精入邊點解會有氰化物呢？難道中共國嘅人都用氰化物嚟做洗潔精咩？唔驚佢命咩？而中共呢，到而家都未公開佢自己嘅檢測結果，當然更加喺第三方驗證。至於話落毒嗰啲人呢，中共方面就話係中共國嘅漁民，但係邊個知係真係漁民出海打魚，定係中共士兵扮漁民呢？喺呢啲事上邊，我相信大家都好清楚，中共係極之屢辦佢哋，而且中國嘅邪惡係你放開晒所有思想都睇唔到嘅。之後呢，我要講嘅更加令人睇到爆粗嘅內容。不過講呢部分之前，我要先推介一下我自己好信任嘅保健品加拿大西洋參黑高脂。咁講到西洋參呢，大家都知佢有幾好嘅，但係你日日蚊泡咁樣，其實都幾煩。黑高脂嘅優勢就係呢度，每日大家只要食一細時，就等於吸收到6條西洋參嘅活性成分，所以真係又方便又高效，一樽可以食到大約3個月。咁呢個黑高脂呢，佢係通過咗加拿大衛生部同 FDA 嘅雙重認證，係喺加拿大政府嘅嚴格監管之下生產嘅，所以呢度邊啊，既不含糖，亦不含西藥成分，所以啲人係溫補不上火。無論係中老年人壓力大嘅朋友、體質虛弱嘅朋友，仲有長期熬夜嘅人們，都好適合。而家呢，有好多嘅觀眾啊向我哋反饋，當然讓我向大家推薦嘅時候呢，都有信心好足啊。有咁一位女士就咁嘅一樽，佢僅僅食咗半樽，就發現身體狀態明顯穩定咗，膝頭原來嘅嗰種不適嘅感覺緩解咗。而家佢呢，睡眠好好，咁佢先生嘅睡眠嘅改善就更加明顯啦。所以呢一樽冇食完啦，佢哋仲會回購。第二次仲有46歲嘅坡，佢係公司主管，每次覺得身體要亮紅燈嘅時候，就會食黑高脂，症狀好快就有改善。緩解疲勞感都明顯嘅好多，除咗效果好之外，黑高端嘅價錢都相當令人滿意。喺大陸如果買一樽黑高脂嘅話，大約就要$300。不過如果你用我嘅專屬優惠碼，用 XWKD 只需要$260，你就可以睇到2樽，而且全區包郵。如果你唔方便網購都唔緊要，可以直接打熱線電話800-3688878，只要報我嘅優惠碼XWKD 就會有專人幫你落單，同樣可以享受85折優惠。我哋不如將目光轉翻去中國大陸。今日浙江奉化發生咗一單限鐘事件，傳聞話造成咗幾十人死亡。有網民引用投稿講被拖欠工資嘅人討薪唔成功，一把火燒咗間工廠。據講呢場大火之後，現場抬咗至少50-60具燒到變炭嘅屍體，當地嚴密封鎖消息。網上有段片，入面見到奉化某個建築上空，成個都係濃濃白煙，火勢越嚟越猛，真係好恐怖。
有人喺片入邊連聲驚呼，話不得了不得了。另外一個人咧喺片入邊講，現場有部吊車同埋有油，疑似係講有人用吊車將個油倒咗去某個地方，然後點火燒佢。今日有個北京朋友同我講咗3件事，可以話一件比一件極，好搞笑嘅。當然全部都係中共嘅荒謬可笑嘅。第一樣就係公交車上面嘅黑衣保安消失咗。朋友話呢幾日喺西城區搭公交，發現原本每架車都有嘅黑衣保安已經唔見咗。同樣情況喺通州仲早，喺冬天嗰陣已經發現公交嘅保安，嗰陣時仲以為可能淨係通州嚟做，但而家西城嘅公交都冇咗黑衣保安。朋友仲話近1年喺北京公交做咗唔少調整，合併咗嘅路線，減少咗唔少班次，而撤走黑衣保安大機會都係為咗嘅錢。第二就係今年北京街心公園同路邊都冇種植裝飾用嘅花草。朋友話屋企附近嘅街心公園同街邊，以前每年春天都會種一批過唔到冬嘅花草嘅裝飾，但係今年嘅種淨係得嘅雜草。朋友覺得唔種嘅春天種，冬天就死嘅裝飾花草，都係因為加錢。第三就係今年通州對街邊違規泊車嘅情況，淨係做網上處理，唔再貼紙啦。朋友話以前喺街邊泊車會俾人貼條，即係違規罰單，上面有違規資訊貼喺車窗度，但係最近發現通州唔再貼紙，淨係做電子觸發。朋友話一開始以為成個北京市都統一改佢，但係發現西城仲係有貼紙，佢就證明唔貼紙係通州自己決定嘅。嗰種咁嘅味道好明顯，大家覺唔覺得好搞笑啊？佢指到底可以冇幾多錢呢？撤離保安真係可以攞唔少開支，唔搞嘅裝飾性花草都可以攞唔少錢，但係警察處理違規唔貼紙，到底可以攞幾多呢？嗰啲紙其實好平啫，所以佢哋中國真係冇錢啊，冇得一分得一分。朋友估計可能北京市又要求大家冇錢，所以各區自己冇辦法。朋友仲話過完年之後，通州出現咗斷崖式嘅執鋪潮，西城區都有執鋪情況，不過空置時間唔會太耐，好快就有人接手。不過接手咗之後咁耐又再轉租出去，無論係通州計鋪嘅人接手，定係西城計鋪接手計之後再轉租，其實都反映咗而家生意真係難做。最根本原因就係中國經濟太差，好少人再好似以前咁消費。有人總結咗25點權力之巔，責任之荒，佢指明嘅指出，佢指明嘅話破國揚民。外資撤走佢嘅責任，撤走嘅係世界嘅信任，留低嘅係乾涸嘅荒唐，到處都爛尾，佢都冇責任。掏空嘅係小市民嘅積蓄，起起下就只係虛幻嘅海市蜃樓。香港變廢都冇負責摧毀咗遠東明珠，換咗佢只係死寂嘅墓園。制裁同孤立佢都喺責任割裂咗全球嘅聯繫，起起下就只係孤立嘅鐵幕，等等等等，後面仲有好多，我就唔一一同大家分享啦。呢25點其實都係實實在在真真正正存在嘅。雖然總結得未必夠全面，但係呢啲已經足夠證明習總真係禍國殃民嘅棟樑之才。習近平總加速師呢個稱號真係名副其實。不過呢，我都係嗰句說話，使命未完仲唔可以停啊！老習你仲要再加把勁。有2位朋友啊，呢2日有朋友發電郵俾我，叫我講下樟木頭收容所嘅事，所以呢，就應2位朋友嘅要求啦，我就簡單講一講啦。最近呢幾日，樟木頭收容所嘅黑歷史不停有人爆出咗，喺社交平台熱搜之後，一直都好高熱度。跟住呢，陸續有曾經嘅樟木頭收容所俾人關過，有親身經歷嘅人出嚟公開現身，唔停咁講自己嘅血淚真相。呢度呢，首先請大家睇下2位有親身經歷嘅人，佢哋講述嘅情況。有啲人私信我，叫我講下樟木頭呢件事，其實我收到好多關於呢個問題嘅信息。
我一直都冇講過樟木頭收容所呢件事，點解呢？因為呢件事係我心入邊一塊痛，亦都係我心入邊一個傷口。因為我喺樟木頭嗰度留過14日，我知道入邊係咩情況，所以好多朋友其實我唔知最近好多人私信我話，可唔可以講下樟木頭收容所呢個以前臭名遠播嘅地方？首先我同大家講下，佢曾經係珠江三角洲令無數南下打工仔嚇到魂飛魄散，成山頭都係睇咁嘅地方。樟木頭收容所當年係珠三角最大規模嘅收容所，短短10年時間，活生生關咗80幾萬個懷住南下打工夢嘅人。嗰陣時喺東莞、深圳，只要捉到佢，暫住證佢，唔分男女，唔分老幼，唔理你係咪旅遊，一律全部送去呢個地方，冇得傾。更恐怖嘅係，只要大巡查，就算你有暫住證，都會撕爛你嘅證件。呢個係我親眼見到嘅。所以東莞呢個地方，雖然我喺度住咗32年，到而家我都好唔中意呢度。我講呢個原因唔係想講法律，係想講下我自己嘅經歷啱唔啱？我有一次本身已經辦咗暫住證，因為佢喺大巡查之後要湊夠人數，結果我都俾佢撕咗證。唔係，可能係醫生，最後都花咗好多錢啦。有佢嘢打針，肯定佢打啦。嗰陣時我同你講，我哋南下打工仔打工妹喺廣東東莞呢度係咁尊嚴㗎。由樟木頭嗰間房行出嚟嗰陣，好多老鄉俾咗好多紙條我，因為我最後一日嗰陣，有個入邊嘅人叫我出去，話有人要假贖我出去，然之後入邊關住佢全部都係湖北老鄉啊，張陽啊、棗陽啊、武漢啊、仙桃啊、荊州啊、荊門啊、中場啊等等咧，全部都係湖北老鄉嘅。佢哋塞咗好多紙條俾我，我手上睇住一大堆紙條，佢哋都係佢同我講，你出去一定要打呢個電話，叫嗰啲人快啲監贖我出去，要唔係我就俾人送走啦，拜託你啦細佬。嗰陣時因為我好瘦又矮，個頭又細，仲未夠100斤，好瘦，所以佢哋都叫我細佬。佢話你出去一定要揾呢個人，一定要幫我打個電話。仲有話你去到呢個廠門口幫我叫下嗰個老鄉，叫佢幫我帶我出去。嗰陣時真係好講出去嗰陣時，好多人都係老鄉，大家都喺度講幫手啦，叫我幫手。如果唔係就會俾人送走，點。其實嗰陣時我都係睇住佢嘅一個嘅，因為佢希望啦，佢人哋揾佢哋可能都會俾人送走。我都算幸運啦，有人叫我你出去，有人等你，有人睇揾你，佢熟你，但係都好開心嘅。嗰一邊大約關咗40-50個人，因為我係湖北人嘛，湖北嘅全部都關咗湖北嗰個房間，全部都係湖北老鄉，所以講真，嗰入邊真係好多都係湖北老鄉。每日夜晚就喺嗰度，要唔係背詩，要唔係唱歌，要唔係表演才藝，總之就係打發時間啦。然後日頭就食2餐飯，每餐有白飯，入邊有2條蘿蔔乾，下晝就好似係嗰啲一碗白飯，入邊得少少豆芽。反正就係咁樣食嘅。至於飲水，我基本上都係飲廁所入邊嘅水，都要挨咗5-6日啦。終於挨過咗，仲好彩我阿姐嚟贖翻我。嗰陣時又冇通訊設備，淨係得一部舊 Q 機，要唔係就打咗喺廠入邊嘅電話轉啲轉去，然後叫嗰個人話我而家佢手中站，你過嚟贖我，淨係得咁樣。因為嗰陣時有時仲要靠寫信，所以真係冇辦法。嗰陣時真係好落後啊！真係覺得嗰陣時過得好慢啊，真係好難捱。特別係喺入邊真係好似佢哋好似坐監咁，喺房入邊真係好難受，好難頂。呢兩位講嘅經歷其實真係幾恐怖，而好似佢哋嘅有相同經歷嘅人，喺1993年到2003年呢10年之間都有。官方檔案記錄最少有83萬人次曾經被關嘅樟木頭收容所。咁點解中共要將咁多人關入收容所呢？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中共從來都唔會做蝕本生意。佢將咁多人關入收容所，目的得一個字：錢。一方面會強制被關押嘅人一定要做嘢，幫佢揾錢；
一般收容時間大約係3個月以內，當然都有更長時間，甚至有啲關到1年2年都有。佢哋被關押期間，所有人都被逼住去做苦工，所有嘅收入都歸收容所，等苦工做到差唔多先會將人遣返原籍。另一方面，如果被關押嘅人頂唔順嗰種苦，想走出去就只可以用錢咁贖翻自己。家屬會俾人勒索300到5000唔等。大家都知嗰個年代，嗰陣時嘅人月薪都只係得幾百蚊人民幣，所以由300到5000，無疑就係一筆巨款。咁大收入嘅一個項目，對張捕頭收容所嚟講，呢門生意點會唔興旺啊？不過呢，官方記錄入邊，其實佢統計或者話從來都冇公開過入邊有非正常死亡同大量人員失蹤嘅情況。但係最近有條關於樟木頭萬人坑嘅片喺當局大力刪帖之下，依然有幾百萬閱讀量。傳聞話嗰度係中共為咗揾錢害命嘅萬人坑。我冇辦法證實萬人坑呢個講法，但我相信好多人都信。大家仲記唔記得孫志剛事件？孫志剛事件就係喺收容所入邊發生嘅。2003年，啱啱畢業1年幾嘅湖北大學生孫志剛，俾廣州當局以三無人員為由拘留嘅。被拘禁嘅短短3日，孫志剛就俾收容所嘅員工打死嘅。官方一直都話係病死，但係當局因為壓力，嗰年就廢除咗收容制度。但唔止佢，有好多曾經喺樟捕頭收容所親身經歷過嘅人都表示，佢樟捕頭收容所真係有唔少人無啦啦死嘅或者失蹤嘅，數量至少有幾千人。有一位大陸博主推算，11年入邊，樟捕頭收容所死亡加失蹤至少都有幾千人。根據歷史背景保守估計，1993年到2003年間，有800到4000人死於虐待、飢餓、疾病同埋毆打。失蹤下落不明嘅包括逃走、被販賣、誤潛、無名屍等等，導致有2500到8000人永久失蹤。人員大量失蹤，當然都同人口販賣有關，特別係女性。佢哋會被直接轉賣、強迫或者賣去偏遠地區等等。據講，當年嘅打工人之間有個共識，就係樟木頭嘅靚女工最容易失蹤。佢哋可能會被販賣、強迫轉賣、做黑工、被虐待致死、誤遣後失聯、逃走後死亡等等。有一位大陸網民轉發咗咁樣一個貼，有一位曾經喺張波收容所留過幾個月嘅人表示，成日見到打人同強姦嘅事，有人俾人抌咗入去之後首先會俾管理人員毒打，管理人員打佢哋就叫牢頭繼續打。貼文入邊寫到，如果有細路女入嚟，管理人員強姦完，仲會叫牢頭輪流強姦，親眼見過打死咗好多女仔。有網民話，現代嘅緬北就係以前樟木頭緬北園區嘅雛形。原來喺廣東都有網民表示，覺得樟木頭比緬北仲要惡毒等等。網民將緬北同樟捕頭收容所咁嘅比較，咁我哋噶其實呢種邊個更加黑暗嘅橫向比較意義唔大，因為呢兩者根本就唔係獨立事件，而係同一棵毒樹生出嚟嘅兩條枝。樟木頭係中共直接搞嘅島地方聯防隊收容所，暫住證制度全部都係中共嘅政策落地。緬北就係中共間接養住園區入邊嘅簽卡，全部都係中共國嘅實名制數據外泄，毫無疑問係嚟自中共公安。KK 園區呢，嗰個係中共一帶一路嘅項目投資150億美金，背後老細同中國統戰系統有好深厚嘅關係，所以表面嘅一個喺國內，一個喺境外，一個係合法收容，一個係境外犯罪。但係其實佢哋嘅分別只係空間同包裝唔同，但係根本都係中共制度同背後利益鏈。大家睇下，如果嚟中共嘅支持，無論係樟木頭定係緬北，都唔可能存在嘅。
中共可以用同一套惡性手法玩出好多花樣，成為黑暗嘅源頭，都係中共。所以橫向比較邊個更黑暗其實冇乜意義，我哋應該將矛頭直指中共體制呢棵毒樹，要斬斷呢個毒根，否則歷史即使唔會重演，都會以新形式出現。以上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全部內容，仲係要提大家，神韻今年已經去到演出後半段，仲未睇過演出嘅朋友，快啲睇下身邊有啲演出啦。開始嚟啦！如果你身邊嘅演出已經過咗，就快啲睇下其他地區邊度最近有演出。北美嘅朋友網上訂票可以用我哋專屬優惠碼 My2026， 佢就可以免手續費。不過只限喺神韻官網買飛先有呢個優惠。9點8真相牧羊講實情，觀眾朋友，聽日再見。